暖暖十门溪，咱来故事看问题。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十门溪。咱这个系列节目内容是来自马哈，也就是西个囡仔廖美华小姐创作的画本。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，画本内底画面，咱特别邀请台语路共学团这个协会妈妈甲因的囡仔来讲互大家听。今仔日要来为咱讲画本的这对母仔囝是来自花莲的心怡，甲伊的后生阿和，欢迎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欣赏。教囡仔讲母语，教爸母话传落去。台语路共学团故事讲不完。大家好，我是心怡，我是阿和。你袂记你的名哦。阿和，今仔咱做伙来讨论这页哦。这页图你看到什么物件？对啊，碟啊，看到下骹有一泡碟啊，看起来敢若风竹头的款吼。啊，佮有啥物物件？还佫有一个细只的婴仔，婴仔，啊，佮有啥物？还佫有一个查某囡仔，查某囡仔，啊，佮有啥物？你感觉伊咧晒树，天气看起来安怎？乌阴要落雨咯，你讲伊咧晒树啊？啊，乌阴天，哪有法度晒树啊？无法度，安尼要安怎？只好先甲树啊拢收起来，收起来，伫压雨的所在，还是藏起来。我知影，有的晒树啊，敢若若惊落雨来时阵，会用帆布来藏起来，较袂去予雨水压着。晒树啊，上需要啥物物件？需要一种用铲的一种物件。你是讲伊手举迄个白是哦？我讲的是晒树啊，爱用啥物晒？爱用日头晒。爱用日头晒，所以拄着乌阴天就无法度啊，对无？树仔上惊乌阴乌雨。系啊，乌阴落雨，树仔会生菇的臭扑去哦。你敢知影树仔拢是啥物时阵收成的？毋知呢。树仔敢若是热人7月份左右咧挂稻啊，挂稻了就需要晒树仔。啊，因为热人足够落雨对无？有黄霜雨，佮有下晡上够落的西北雨，所以咧晒树仔时阵，上惊拄着雨。西北雨。西北雨，你敢有听过西北雨的歌？有啊。要安怎唱？西北雨直直落，有家己听尔。你伤久无唱啊，敢若会记即句尔吼。啊，感觉即张图内底，佮有看到啥物物件？佮有看到一堆像蝶仔迄种的树啊。一棵蝶啊，头拄仔有讲啦，乌阴天可能有透风的款。啊，佮有一只鸟啊咧飞啊，你讲迄只是啥物鸟啊？迄只是鹰仔。啊，你感觉伊要去倒位？伊要今早转去家己的树内底。是安怎啊？因为西北雨要来咯，爱紧转去顾囡仔。顾囡仔较袂互囡仔压着雨是无？啊，你敢知影有当时啊，看一寡动物的行为，会当甲咱报天气？毋知呢。像鹰仔，就是一种会甲咱报天气的鸟仔类。听讲，你若看到鹰仔飞足低的时阵，就是要落雨啊。是哦，我拢毋知呢。像咱今仔去公园啊，就有看到足一鹰仔飞足低，你拢无注意着吼？无注意着。对啊，咱人工会当注意看觅啊。你若看到鹰仔飞低的时阵，就是讲，就知影讲啊，要落雨啊。咱头拄仔讲是动物会甲咱报天气。啊，你敢知影有一种虫，伊嘛会甲咱报雨要来？去落水沟遐嘛，大水嘛。就是暗时啊，有当啊，若要做才会看到足侪大水狗遐伫路顶骹，还是电火，还是树林，还是树林。飞来飞去。飞来飞去，伫根管顶。嘿，还佫会当啊飞涂骹。对啊，一时啊就死了。一时啊，死了就断了吼。像大水沟遐。出现大水沟遐嘛是甲咱报讲要落大雨咯，要注意饮水哦。啊，佫有一种动物，咱当有饲的，
是啥物？你敢知？毋知呢。咱兜饲啥物？狗呀吗？猫咪啦。猫咪。哦，佫有一种讲法讲，你若看着猫咪咧洗面的时阵啊，猫咪哪有可能洗面？哎呀，猫咪会用指甲伊的手啊，装咧，装好淡淡啊，头抹抹咧，耳仔抹抹咧，身躯抹抹咧，迄就是咧洗面。哦，就是咱若会讲，猫仔若像咧洗面的时阵，嘛是表示天气要变天，要变天啊。装骹嘛会啦，装骹装手啊，身躯抹抹咧。对，就是像安尼。哦。安尼我嘛知。你知？好啊，后摆你爱注意看觅下咧哦。图内底查某讲你叫看到啥物物件？查某囡仔。哦，查某囡仔咧晒笑啊！你看伊身躯穿啥物衫？穿甲底裤。啊，个脱车骹对无？脱车骹。敢若就好耍诶吼。敢若就好耍诶。你敢有想要？我嘛想要。你嘛想要哦？爱斗3工，你敢若看个敢会足重诶？你敢若看敢会足重诶？会哦。会哦，伊遮细汉，着斗做事。到这的工课。妈妈，就是手啊拄着臭布去，还是会当食。啊，臭布去，毋知当食袂呢？毋知。食了巴肚就爽快。我知影有诶作物啊，像讲土豆，若臭布去，伊会生一种歹菌，食落去人会破病哦。啊，笑啊，我嘛毋知影。伊若生菇毋知食落去，巴肚疼。食落去就爽快。啊，恐怖！咱物件是食青的较好啦，毋通臭布的尽量是莫食较好对。臭布的食较好啦。青的较好滋味啦。啊，你看着即张图内底，佫有看着啥物物件？云乌乌的单雷公。看单雷公哦，啊，你敢介意乌阴天？哈？你敢有介意乌阴天？我无啥介意。是安怎？因为安尼就无法度出去。我就知，啊，毋过乌阴天较袂热啊，出去较袂晒日啊。够热诶！我想要讲，因为真热，所以会烫口。哦，因为伤热，所以就介意穿裤。我当出去的时阵哦，啊，或是乌阴天若无落雨，出去佚佗，袂晒日，安尼较舒适对无？对。若落雨上好是着莫出去，而且尤其是落雨若是单雷公的时阵，是毋是就足危险诶？对。哦，所以乌阴天。单雷公的时阵是莫管落雨咯，上好走出去。啊，上好走出去哦，安尼毋好啦，上好单雷公上好是秘住厝里，若是秘伫安全诶、旷快诶所在，敢会当秘伫树仔骹？袂使。是安怎？安搁有一寡人介意秘伫树仔骹。因为秘伫树仔骹，可能雷公会讲着，雷公先若讲着树仔，讲着咱袂。讲着伊诶尻川，伊趴咧困，趴咧看手机，是啊吗？安尼，即张图你敢佫有看着啥物趣味诶所在？想要甲咱分享？为什么涂骹毋是蚕，是白白诶涂骹？哦，因为这是树仔为蚕蛹刮落来了后，哦啊，拄仔甲伊铺伫埕空地啊，空地啊一般拢是蓝仔孔诶空地啊啦，哦啊会当晒日啦，这是已经修饰落来诶。啊，有鸟仔甲有猫熊。毋知呢，你遮台湾是应该是无猫熊即种动物啦。台湾的熊是啥物熊？你敢知？台湾乌熊。对。安尼，咱今仔日的分享到这，多谢大家，我是欣怡，我是阿豪，拜拜，大家再会，再会。台语好保守，咱着加减扣，扣若会招着，较好扣选择。台语好保守。咱今仔日节目所讲的西北雨，气象学内底讲号做对流雨。空中好朋友敢知影，偏偏是对流雨，伫无共的所在，就有无共款的讲法。节目线落去，咱邀请家己的台语专家萧定春老师为大家来说分明，先先介绍一寡有关西北雨的俗语。
册啊，读册啊，这较早是大工课，较早拢有册仔店，读册仔的潮店。台北一个地名足出名，大潮店。你要讲册店也会使，讲潮店也会使。啊啦，晒鼓、斗鼓，咱讲做读册啊。过来，华语有个人已经足条底请客。我讲请客，你听可能听无。瞬间，一会儿，迄个请客，1万年。所以有阵时，咱咧翻这个华语的词的时，你掠个意思出来，落来，尼较紧。像讲打雷，足侪种讲法啦。咱讲落雷，雷落落来，卡雷、单雷、单雷讲，足侪种讲法。啊，看你对种，你较顺嘴。左手，你还没左手啊？左手动手，过来，读册啊，爱撒到鼓，撒开，咱讲野册啊，若要收咧，册，因讲册到鼓，册就是收铁铁，咱讲收册啊，过来讲到西北河。西北河足侪人拢有意见，讲毋是西北河啦，什么丝霸语啦、西啦、霸啦，有阵时迄插袂了。西北河的这气象学的、地理学的问题啦，西北河落久变咸河，咸河咱叫做梅雨，黄酸河、黄酸仔河嘛通讲。西北河落久变咸河。火炬斗久变红某，火炬火炬做火炬啦。西北河落袂过车路，这足侪种讲法啦。嘛袂过田花嘛有啊，足侪种讲法咧。西北河落袂过车路是多算奥运。若乌云，咱台湾足侪看，尤其是大人吼。乌云赶入山，涨水摕来满。乌云吹入海，涨水摕来砍高塞。这足准的哦。就是讲乌云若是对山林来，就是会落雨；乌云若对海入去，袂落雨。意思讲免穿雨帽啦。地上透风起土粉，地上透风起土粉，天顶落雨起乌云。咱讲起云啊，咱台湾的起嘛最好用的吼。咱台湾人，我咧整理学研语，感觉台湾人的观察，对自然的观察足敏感。椅仔飞悬，好天来；飞低，风雨到。椅仔若飞低，风雨就是气也较低。真侪人，迄个像讲，他的脸翻黑了，翻黑，咱台湾的足紧想，你毋爱甲翻做翻乌，爱讲冰乌。翻真侪时阵，咱是讲冰。即个翻身，有人讲冰心，有人讲翻身的，所以种个文白音嘛咧相争。毋过我是较惯是讲冰心啦。你看咧，真冷霜，水牛食草顺残花，乌树牛仔来做伴，脚车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看咧，雨丝香，暗顿吃白烟
纤纤，五树山孤红的hen，金石脚月娘出遐灯。